聽緊節目嘅咁多位聽眾，你哋有冇諗過善究竟係啲乜嘢？係捐錢，係幫人，定係單純唔做壞事就已經算係呢？我哋每日忙住生活，但係內心都會問自己：我對呢個社會到底係貢獻多定係索取多？大家好，歡迎又翻到嚟越讀越有型啊！我係 Andre，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本重新令我思考善嘅書。就係 TED 總裁 Chris Anderson 寫嘅《慷慨的感染力》。佢相信慷慨唔單止係一種行為，而更加係一種有感染力嘅態度。喺呢個越嚟越冷漠嘅世界，可能就係改變一切嘅起點。我哋一般人一講起慷慨，第一時間都會諗到捐錢同埋做義工。但係作者 Chris Anderson 就話，慷慨唔單止係一種行為，仲可以係一種態度、一種策略。咁佢就分享咗6種唔使用錢都做到嘅慷慨方式。第一，關心，真誠咁關心人哋嘅需要。第二，溝通，主動去分享你嘅想法同埋感受。第三，知識，將你識嘅嘢無私咁教俾人，講俾人聽。第四，連結，介紹有用嘅資源又或者人物俾人。第五，熱情，感染人哋對某件事嘅熱誠。而最尾第6，魅力，就係用你嘅影響力或者態度去鼓勵人。呢啲全部都唔使錢，但係全部都可以係影響深遠嘅方式。Chris Anderson 接手 TED 嗰陣，其實情況一啲都唔算理想。嗰陣嘅 TED 只係一個收費好貴嘅科技會議，一年一次，門票要幾千美金，而且係得好少數人可以參加。而當佢接手咗之後，面對一個好大嘅選擇，要唔要將呢啲珍貴精彩嘅內容免費放上網？好多人反對，就話咁樣會冇人再買飛啦，你會蝕到入肉㗎。但係 Chris 嘅諗法就係，如果知識真係有價值，點解唔俾更加多人去接觸呢？結果佢就冒住風險做咗呢個決定。第一條 TED Talk 上線嗰陣係2006年，一開始都冇乜人理，但之後靠觀眾嘅分享轉載，開始有幾萬、幾十萬，甚至最後幾百萬嘅點擊。佢哋見到反應咁好，就開始建立 TED.com 平台，正式開放演講影片俾全球免費收睇。由一場貴族式嘅會議，搖身一變成一個全球性嘅教育資源庫。後來 Chris 更進一步推出 TEDx 計劃，允許全球任何城市、任何人只要跟規範，就可以自己舉辦 TED 演講。唔使你專家，唔使你有錢，只要你有想法嘅話，就可以上台講。今日你睇到咁多咁經典嘅 TED 演講，例如教養小孩的力量、身體語言如何改變你的人生，就係正正因為 Chris 嗰陣做咗一個慷慨嘅決定。呢個例子講緊唔係 TED 點樣成功，而係一個慷慨嘅行為點樣可以放大千萬倍嘅影響力。Chris 喺書入邊不斷強調善意係有影響力嘅，就好似病毒一樣，不過佢唔係帶嚟疾病，而係帶嚟希望同連結。例如有個黑人音樂家叫 Daryl Davis， 佢竟然選擇主動接觸 3K 黨成員，仲同佢哋傾偈食飯。一開始大家都以為佢傻傻地，但係佢就用時間、耐性同埋真誠，慢慢令對方放低仇恨。最後唔止一個人退出 3K 黨啊，而係超過200個人交出佢哋嘅袍同埋證件。呢啲人甚至最後變埋佢嘅朋友添。佢冇咩權力，冇資源，但就憑住願意對人好呢個起點，做到以前冇人做到嘅事。而第二個例子就係英國一位99歲嘅二戰老兵 Captain Tom Moore， 疫情期間想籌款幫醫護人員。佢話想喺100歲生日之前喺自己花園行100個圈，而原本嘅目標係籌幾千鎊。點知成個英國俾佢嘅毅力感動，最後籌咗超過3000萬鎊，即係大約3億1000萬港幣咁上下。更誇張係佢仲出咗書、出咗單曲，仲上咗排行榜第1位，成為最高齡暢銷歌手。所以善意真係可以點樣傳開去，你都估唔到。你自己以為一個人改變唔到啲咩，但係個事實就係，當你做咗第一步，就可能點起成個森林嘅火光。有時候只係一個微笑、一個舉手之勞，已經可以帶動一個連鎖反應。甚至喺網上有個巴西街頭藝術家叫 Mundano，
佢為清潔工畫咗一幅畫，致敬佢哋嘅辛勞。點知嗰幅畫就被瘋傳，引嚟幾千名支持者、數百個義工加入清潔城市嘅行動。最後就連其他國家都受影響，一齊推動垃圾分類同埋尊重清潔工人。Chris Anderson 喺書入邊講咗一個好有意思嘅觀點，就係喺數位時代，慷慨唔單止係美德，仲可能係一種生存策略。佢就提出咗3個網絡時代嘅特質。第一就係我哋越嚟越重視非物質啊！我哋而家身處一個物質選擇多到氾濫嘅時代，但係同一時間，好多人嘅內心反而越嚟越空虛，因為我哋開始意識到物質帶嚟嘅快樂其實係短暫、有限，而且會遞減。你買電話、換新衫嗰種興奮可能只係維持幾日，但係當你做緊一樣有意義、有價值，甚至可以令人受益嘅事，你內心嗰種滿足感係可以維持好耐，仲會慢慢累積。一啲非物質嘅快樂，好似陪伴、關心、創作、幫助人，呢啲唔單止唔會用完，仲會因為你付出得越多，感受得越深。而當你開始重視呢啲無形嘅價值，你就會明白慷慨唔係一種犧牲，而係一種令自己更加豐盛嘅方式。而第二就係非物質資源係可以無限量分出去。喺呢個數碼時代，有一樣嘢變得前所未有咁特別，就係知識、創作、善意呢啲無形嘅資源，係唔會因為你分享咗就變少，而相反，越多人參與，越多人傳播，佢嘅價值只會被放大。你可以用一篇文章啟發萬人，一條影片令全球共鳴，甚至簡簡單單一個貼文都可能改變一個人嘅人生方向。以前嘅資源有限，要分就要爭，而而家當你分享非物質嘅嘢，唔係輸贏，而係倍增。呢個世界最珍貴嘅，從來都唔係收埋嘅知識，而係願意傳遞出去嘅知識同埋善意。而第三就係大家都喺度睇緊，喺依家呢個網絡時代，每個人做過啲乜，其實都唔再係私底下發生，而係隨時可以被放大、被記錄，甚至被全球睇到。你點樣對人？講嗰啲咩，甚至一句留言都有可能係一瞬間變成眾人嘅焦點。而喺呢個高透明度嘅時代，係有壓力，但係同時都帶嚟一個重要嘅轉變，就係做壞事風險高咗，因為容易被揭發；但係做好事嘅機會亦都大咗，因為人哋睇到會受到啟發同埋鼓勵。不過我知你可能會問，吓，咁樣咪好似叫人高調行善？動機唔單純嘅話，會唔會仲算係真正嘅慷慨呢？咁其實行善係咪一定要唔話俾人知，一直都係一個好深嘅道德問題。但係作者講得好清楚，慷慨其實唔係要做俾人睇，亦都唔一定要完全冇目的。喺人類演化入邊，願意幫人、分享資源係一種有利於群體生存嘅本能，係寫喺我哋基因入邊嘅。所以因為你想做好榜樣，想影響更加多人而選擇公開做好事，都唔代表你嘅善意就唔真誠。只要你嘅內心真係想帶嚟好嘅影響，其實個動機冇必要咁苛刻去審問，因為有時候公開做好事反而可以將善意傳得更加遠。咁你可能又會問，我又唔係有錢，又冇影響力，點樣慷慨啊？其實 Chris Anderson 提出咗一啲非常實際嘅做法，而佢講嘅嘢正正可以用佛教入邊嘅3種布施去分類。第一就係財布施，捐出你擁有嘅資源。有啲係比較直觀嘅方式，比如話係支持你相信嘅公益團體啦，定期定額去幫助有需要嘅人，而又或者捐錢支持你欣賞嘅創作者、教育平台，又或者社區組織。你唔一定要捐好多，但係個重點就係持之以恆同埋真誠。第二，法布施，無私咁分享你識嘅知識。你唔一定要係老師先可以教人，比如話係你可以寫一篇經歷過困難之後嘅反思。又或者可以拍一條教人整簡單嘢食嘅影片，你亦都可以試下教人點樣去照顧自己嘅心理健康。以上呢啲呢都係法布施，你分享咗唔會少咗，反而可能幫到好多人。Chris 提議我哋可以主動分享自己嘅故事，但係千祈唔好覺得自己渺小，因為你嘅經歷可能正正就係某人需要嘅答案。而最尾一個布施就係無畏布施，幫人安心，減少恐懼。我哋好多時其實未必一定要做啲咩大事，有時一句鼓勵、一個理解嘅眼神，
又或者喺網上唔批評人，唔煽風點火，就已經係一種無畏布施。Chris 就話，如果我哋可以嘅話，可以多啲鼓勵人一齊參與，而唔好自己孤軍作戰。你揾多一個朋友一齊行善，個力量就 double。建立一個小社群，一條片，一個頁面都可以變成傳播善意嘅平台。所以慷慨唔需要理由，其實只需要我哋開始。你一個簡單嘅善意選擇，可能已經為呢個世界帶嚟一啲光啊。OK，咁今日嘅分享呢就差唔多到呢度啦。如果你對今日嘅分享有共鳴，不妨留言話我知你最近做過又或者收過一件可能細細地但係溫暖嘅善事啊。又或者 share 呢條片俾你身邊一位你覺得好有愛嘅朋友，就等佢知道佢一直都做緊影響世界嘅事。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鐘仔搶先睇。閱讀令你更聰明，知識令你更有型。我係 Andre，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